朋友早晨，我哋喺追星現場為你轉播。蘇炳添嘅狀態好 fit， 而今日嘅場地咧，亦都好適合佢發揮嘅。仲喺準備階段，蘇炳添就已經鎖定咗目標啦。比賽開始啦！蘇炳添話咁快進入狀態，連續超越對手，節奏掌握得非常好啊！不愧係有經驗嘅高手啊！哇，仲有30年嘅戰香，仲有好堅抽啊！兩位老將嘅表現亦都好強勁，暫時領先住一個身位。憑借住豐富嘅經驗，蘇炳添精準預判時機，一瞬間就爬頭啦！呢個反超真係靚啊！蘇炳添暫時領先啦！哎，咪住，佢好似唔心急去衝刺，仲喺度揾緊制勝關鍵啊！揾到啦！不斷嘅進取，只為衝刺更高嘅標準。贏咗，贏咗啦！恭喜蘇炳添再次舉起獎杯！講吧，呢個係以前嘅成績啦。係美斯特味極鮮啊！哦，嚟得。